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以赛亚书第22章15节到25节，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呼召。基督徒谈论信仰，当然就是谈到蒙福。就如同以色列人或是我们说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看中了上帝所应许的祝福，那也应该说他们太看重了，却忽略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。其实基督徒的呼召比单纯的追求蒙福来讲，更是基督徒的本质更重要。因为基督徒必须要能够脱离门徒的阶段，不但如此，更是要脱离信徒的阶段，而且要慢慢的进入使徒的阶段。使徒是什么？使徒就是基督徒领受呼召的使命，是奉差遣的基督徒。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一个没有呼召的基督徒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，圣经的记载，耶稣走近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一切的命令。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这是我们通称基督徒的大使命。以赛亚书22章所记载的接续了前文，上帝的大能终止了巴比伦帝国所带给人们的痛苦。因为如同圣经的记载，以赛亚说，所望的人啊，主啊，他们喊着说，主啊，我日夜在这里站岗，突然有骑兵两个的上来，守望的人报告说，巴比伦倾覆了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都被打碎在地上了。上帝让巴比伦倾覆了，借此来保守以色列人。但是圣经这样说，我的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一向像筛子一样被筛的麦子一样，可是现在我要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是从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那里听来的。蒙恩的人却忘记了献上感恩，因为上帝让他们脱离了筛子的痛苦，他们忘记了必须要成为顺服上帝，因此上帝又呼召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这样说道，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吩咐我去见宫廷内务大臣舍伯拉，警告他，你是谁？你竟敢在山边的磐石中为自己挖坟墓？你自以为是重要的人物，但上主把你捡起来，
要把你捏成一团，扔到一个大湖去。你要死在那里，死在你一向引以为荣的战车旁边。你羞辱了王室，上主不准你居高位，要把你拉下来。上主对舍伯那说：那时候我要把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招来，我要拿你的朝服给他穿，拿你的腰带给他戴，我要把你的权利都给他，他要像父亲一样看顾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人民。我要把大卫王朝的钥匙给他，他所开启的没有人能关，他所关闭的没有人能开。我要把他安置在稳固的地方，像是用钉子钉牢一样。他的全家要因他的而显耀，但是他的家人和亲属要成为他的重担。他们挂在他身上，像锅和铲一样，在木钉上一样。有一天，那牢固的木钉会被砍掉，跌落下来，挂在钉子上的东西都要跌碎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。上帝因为舍伯那的骄傲，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看自己，而看不到自己的呼召。因此上帝又呼召了另外一位来成为他的仆人，成为代替者。上帝宣告要将朝服，要把王位，要把腰带，要把权力统统给除掉，交给那能够领受呼召的人来接受。基督徒应当是要成为那个领受呼召、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应该要成为领受福音的呼召的这样的人。因为上帝呼召我们，就是要让世人，让所有的人都透过我们，然后呢，领受上帝的祝福与救恩。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责任。因为当时候，如同那个上帝呼召挪亚造方舟，事实上，这个方舟是要给所有愿意悔改向上帝的人，但是人们拒绝了这样的呼召。那时候，上帝也呼召亚伯拉罕，他们谈到所多玛，上帝愿意赦免所有的人的罪，只要他们当中有10个义人，可是里面却没有。虽然我们看到结果是这么样子的，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挪亚和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成了愿意领受福音呼召的人，为了要使人蒙福得益处。我们又看到摩西，他当时并没有坚持独善其身，他却选择了放弃皇室优渥的生活，他选择与奴隶的同胞站在一起，后来又蒙呼召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，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并且得以进入应许之地。但是总是有人会想要离弃上帝的呼召，如同罗德的太太，她顾念过去的生活，或者是她根本放不下曾经拥有的一切，所以她回头了，
就失去了救恩。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众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说道：我很讶异你们竟然这么轻易的离弃了借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，而去随从另外一个福音。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。我这样说，因为有人之前来骚扰你们，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。其实任何一个人，即使是我们，或者是天上来的天使，要是他们向你们宣传另外一种福音，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是应该受咒诅的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现在我再说，无论谁要向你们宣传另外一种福音，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应该受咒诅。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？不是，是要上帝的嘉许。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？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强调，基督徒的呼召不是追求讨人的喜欢，应该要讨上帝的喜欢，以上帝的呼召为指标，否则的话就是得罪了上帝。保罗也以自己为例，他劝勉基督徒都要领受上帝福音的呼召，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启示的。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我耐心等候上主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他把我从泥道和深坑中拉出来，把我安置在磐石上，使我的步履稳妥。他教我唱新歌，唱颂赞上帝的歌。许多看见的人肃然起敬，愿意信靠上主。一心信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不倾向偶像，也不依附拜假神的人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大事，有谁能够跟你相比呢？你为我们设想的奇妙计划，要数说也数说不尽。你不要生祭和供物，你不要烧花祭和赎罪祭，你却赐给我聆听的耳朵，所以我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你对我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。上主啊，你的子民的聚会中，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。你知道我要不断的宣扬，我不曾把你的拯救信息据为己有，却常常宣讲你的信息和帮助。在你的子民的盛大聚会中，我没有隐蔽你的慈爱和信实。上帝啊，我知道你永不收回对我的慈爱，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始终支持我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的福音，让所有接受的人都能够得到救恩。感谢主呼召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都成为你的仆人。福音的使徒有福参与福音的工作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